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12月20日，我是基督的仆人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1章 RPG， 我们要祷告的记载在第10节。我这样说是要赢得人的称赞吗？不是，是要上帝的嘉许。难道我想讨人喜欢吗？如果我仍然想讨人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约翰派伯牧师建议我们必须要每天读圣经，提出的10个观点中的第10个，圣经赋予我们生命。这本圣经真是很特别，它不是一般的书，而是当我们研读它，反复思考、理解、熟记，然后按照这样活出来，哇，它是一本有灵的书，使我们因着读神的话语，而我们的生命被赋予力量，真的是很奇妙哦。不相信你来读读看，你每天读啊，每天读一点一天啊，可以聚几句你的这个想法或对话，那把它记下来以后，你每天去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更认识上帝，也会发现自己更认识自己。因为我们越认识自己，我们就越认识上帝。这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目标。神让我们活着，也是要赋予我们生命，赋予我们能力，成为一个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人，是有影响力的哦。所以我们看今天加拉太这本书一开始确实是改变人的生命。我们看到保罗其实是加拉太书的这个作者，那他所面对的状况呢，他所面对是要解决一些冲突。怎样的冲突呢？因为他说他是基督的仆人啊，所以他因着基督拯救他。他说他所传的福音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领受而来，所以他要持守下去。他为此而生，为此而活，为此而死，这么坚持哦，而且持守到底。最后他说他不违背从天上而来的意象，他必须要持守耶稣基督启示的福音，而这福音是不用经过这些繁文割礼，不是靠行为靠割礼，都不是。我们的得救很简单讲，就是神的恩典。因为保罗他自己也是被改变过来的，他怎么样经历这位神？大马士革他怎么样去遇见这位主，而他的生命被改变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加拉太书，其实它是写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。加拉太教会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中所建立的教会，后来他回到安提阿，这时他听到耶路撒冷长老派人去加拉太教会，提出要守割礼，因为割礼是犹太人他们出生的时候男婴他们的一个记号，代表着跟神立约的记号。但现在情况是，很多不是犹太的这些民族的人，他们受洗，所谓的外邦人受洗之后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位拯救的主。而他现在反而怎么会有这样的言论出来呢？而保罗这时候要面对的是雅各，是很不容易，他一个人面对耶路撒冷长老的权势啊，因为他们想要回到犹太的传统。但是使徒保罗他并没有要求外邦信徒守割礼，所以大家就起冲突了。当时候这个耶路撒冷会议还没有召开，那么使徒保罗他非常的挂心忧虑，因为得救不是靠行为靠割礼的
但是犹太人他们反而现在坚持认为守割礼才能够得救，要求外邦人信主的也要守割礼，完全的犹太化，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。哇，这个保罗知道了这个事情，绝对不是基督启示他的福音，他是蒙恩典的人，因为他是白白领受，所以他知道什么是恩典。恩典就是不是我配得，但我却能够得着这重新开始的机会的这个神给我们的机会。而整个我们所传的福音本身就是恩典。保罗他持守，也不容让所有领受福音变质扭曲被更改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加拉太书，就知道这保罗他的言辞很严厉他什么话，这个严厉的话都出来了。所以他一开始在第1章他就说他是使徒的这个身份，他是使徒的身份，他有这个身份，他有从神来领受。他说恩惠平安和得救不是从人来，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所以既然基督已经救了我们，我们怎么还回到人的这种传统呢？基督已经启示给我们，为我们死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回到这世界的规定呢？这些犹太人的传统。所以他继续说，只有真正的福音，不是别的福音，不是更改扭曲，不是，而是我们要严守的是神给我们。而且他讲的很严重保罗说传这些扭曲的福音的人是应该受咒诅的。他说话很重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他重复第9节，重复又说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，与你们所领受不同，他就要被咒诅。若有人其实就是在指耶路撒冷这些长老，叫人吩咐他们要守割礼。外邦人不是单靠信主就可以得救，是要守割礼归入犹太人才能得救。 No， 不是。保罗他一而再再而三，而且他指向雅各，一点都不客气，没有妥协的他说了我们今天祷告的经文，他说他自己不是要讨人喜欢，如果讨人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。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仆人，要切记我们只看重神，而不是讨人喜欢。他不是耶路撒冷长老的仆人，而是基督的仆人，只做基督叫他做的事。当与人叫他做的事有冲突时，他就不做，而且不容许别人也做。接下来他就讲到真正福音从基督来启示。他怎么样来说这个福音呢？他就不断的在说他怎么样成为使徒领受启示，这是他的经历。他说领受的福音不是突然从天而降，而是有血有肉的经历。甚至他讲到13到15节，他过去如何热心逼迫基督徒，他在犹太教里比本国同年龄的人更长进，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，但神却施恩呼召他，将他从母腹分别出来。他得到耶稣启示，且传给外邦，是从基督得来的启示，不是从犹太教来的，是基督直接的呼召。他继续说到他自己怎么样领受，他怎么样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护红主，以后3年他领受基督启示给他的福音。他所传领受的福音不是人教，也不是使徒教。既然不是犹太教，那么基督是如何启示他，几时领受呢？
在这里他就讲到他所经历的，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正前往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主向他启示，他便热心传讲复活的主。后来面对艰难需要逃跑。另外在阿拉伯叙利亚有14年这么久，期间他没有见过教会的人，也没有见过使徒，只见过彼得15天和见了雅各外，只是在叙利亚单单领受神的启示。后来我们都知道，在阿拉伯神的灵也把他提到3重天领受福音，是主直接告诉他，地点是在阿拉伯，时间就是这14年。我们看到今天使徒保罗领受基督启示时，他面对很多困难艰难，因为他所传的基督的救恩和传统不一样。犹太人带着千年固有的传统，信主之后仍然无法摆脱。犹太人要求守割礼，是恩典之外，人另外还要行为，在身体上要留下亚伯拉罕子孙的这个记号。而保罗所领受的基督的启示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福音是靠恩典，靠信心得救，不是靠行为。所以保罗跟雅各有冲突，但他坚持持守，不讨人喜悦，只讨主的喜悦。加拉太很重要，有人说它是福音的这个浓缩版，罗马书的浓缩版，也就是在讲基督教我们所信的这个核心是什么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要开始这个旅程，浓缩版的像基金一样哦，喝了让我们的能够更清楚更明白我们所信的，不要被扭曲，真的不要被扭曲，我们就专心来依靠神哦，好不好呢？我们来默想，就割礼观点的差异，面对这些无理取闹的人啊，有强大的这个传统的威力，保罗如何解答呢？给我什么启示？我人生坚定的在于哪里呢？主坚定爱我们，我们有坚定爱主吗？我们要记住，我们是主的仆人，我们是基督的仆人，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们要说正确的，做正确的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，你爱我们，一切都是恩典，这福音让我们白白领受。主让我们持守，也为福音来出生，为福音活出见证，使人能够在我们身上认识看不见的你，却爱他们的，是蛮有能力，是一切这世界盼望力量的源头，是爱的主。谢谢你启示我们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，让我们领受你的话，又照这样去行，成为一位蒙福的人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我们天天活出蒙神恩的人，神带领我们一生一世哦。我们下次见。